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陈伟民。今日咱的来宾用相机来讲故事，记录社会，我用快门来跳舞这个瞬间。有人讲伊有两支真灵敏的手，那伫新闻线顶记录台湾改革前后社会这个变化，嘛对台湾跳舞、电影精彩内容、艺术内容有真水表现。伊是刘振雄，振兴社会摄影魂，祥和力量，快门声。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出来看伊的故事。若是讲到好好现导演的乱乱风尘电影，大家可能拢有印象。但是除了电影出名以外，当初替电影翕剧照，而且佮开创电影宣传相片新手法的摄影师是伊刘振雄。刘振雄踏入摄影世界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初初接触到摄影的时阵，却无感觉有偌大兴趣。一开始无迄个感觉，就是讲啊，这个物件，因为爱光圈，爱迄种快门的配合，啊，搁爱测光，迄对迄个年代来讲是爱对我爱思考一下，所以家己搁无相机，啊，所以你翕的时阵，你无法度讲真正足深入的。啊，到3年的时阵，因为这个课有一个代课的老师来教阮上，迄个人叫谢春德，是算我真正启蒙的老师啦。当时的年代，摄影的标准真悬，除了相机的操作复杂，一般人厝内面也无专业设备。但是刘振雄拄到伊的摄影启蒙老师谢春德，互伊对摄影有无共的感受。啊，所以伊伫上课这内面，就是讲会当互你看到无共款的世界。啊，向阮才发现讲，哦，原来当做摄影这个行为，会当看到无共款的物件。所以，迄个时阵才开始对摄影有较深的一个感受安尼。谢春德老师嘛发觉刘振雄对摄影真有兴趣，所以伫高中毕业的时阵，就问刘振雄敢有想要去做伊的助理。刘振雄当然是马上答应。所以我看到伊伫杂志的迄个发表，我感觉讲，哇，这太厉害了！因为我本身是山顶囡仔，我感觉讲，把规个世界往外直延伸出去。所以我感觉讲好，我一定来做伊助理安尼，啊来甲伊学摄影。所以伫迄个时阵才开始真正对摄影有真大的迄个兴趣。开始做助理，工课是真无轻松，对搬器材、调灯光、敲道具等等，逐项拢爱做。虽然回想起来亲像咧做助理，毋过对刘振雄来讲，这拢是经验的累积。助理啊，搬电筒啊，拍灯啊，然后迄落。就是所有的，因为翕的一寡片，也是讲摕片去送去冲啊，啊冲好去摕转来啊，就是一寡这工课，也是讲你室内也要翕室内物件，你都要去调一寡，即椅啊调较过来一个啊，灯爱安怎伫倒位搬到倒位啊，这就是一个基本助理你做的工课啊。主要就是伫遐累积落来，因为咱看学的看，你感觉讲哦，就是安尼。可是真正就是讲，你摄影师你透过迄个镜头，啊，你伫现场你要互变做啥物款的时阵，因为伫迄个年代，佫有色温的问题，就是讲底片的选择，你色温的问题，所以有足侪技术性的物件，你伫现场爱解决，啊无出来物件就会失败。伫做助理的期间，累积袂少经验，后来退伍转来，伫朋友的邀请之下，替电影翕宣传相片。就是讲，伫迄个年代，可能像这款的少年人较少，就是讲对摄影有遮大兴趣的少年人较少，所以感觉讲，这免开偌济钱，都会当找伊来斗3工，安尼袂歹安尼。虽然刘振雄真谦虚讲，可能是因为家己俗，所以朋友才找伊去翕剧照，但是当时却用全新的手法开创电影剧照新的摄影方式，嘛对后来的电影宣传海报应用有真大影响。振兴社会摄影魂，祥和力量，快门声，咱来欢迎咱的摄影师刘振雄。你好，主持人阿文你好。是哦，你这回有带足侪这个作品啊吼，
过去啊，你有这个收藏分门啦，过去有出真侪这个摄影册啊，过去啊，你有伫这个228的时阵，有这个基金会吼，有帮你做一个摄影展啊。其实讲到这是228，不过你上界出名的是，你对这个乱乱风尘开始啊吼，有翕真侪这个电影、这个戏剧、这个相片，甲咱分享一下过去伫咧甲这个侯导演这个合作的过程。我迄是伫1986年的时阵，拄啊好甲迄个侯孝贤导演，啊甲迄个杨德昌导演，因为因迄个时阵因两个人要拍新的电影，啊，伫迄个年代，一寡新的电影的迄种做法，其实拢无人知影讲要安怎才是真正的新电影。啊，迄阵拄啊真拄好，拄啊我迄阵拄啊做兵倒来。啊，无啥物代志，啊有朋友咧招讲，啊无咱来拍电影，我就甲因去，啊去了我就负责迄个开车，啊甲迄个，搁含拍剧照。是。啊，因为迄阵我爱翕相嘛，所以拍剧照，我就感觉，以前嘛捌拍过，感觉真好耍啊，啊就对因安尼上山落海啊，逐位去取景啊，啊这是迄个时阵，伫迄个年代拄啊好，甲因共阵来拍即个电影。是。啊，后来发现讲，这电影啊个反应袂歹，因为真好耍嘛。啊，因为伫迄个年代，剧照的拍法其实，伫阮这少年辈，阮嘛毋知影讲安怎拍才是对，啊，所以就家己角度家己找，家己来看安怎研究，要安怎来拍这个剧照。啊，后来拍出来了后，发现讲，这新导演嘛真满意，就是讲，甲以前的遐个较资深的这摄影师拍的较无共，因为镜头敢若较活。啊，所以因嘛是感觉伫迄个年代，感觉讲，这敢若是一个新电影的一个办法安尼。是，这张这相片哦，甲大家还佫印象真深啦，就是这个阿云甲阿婉啦吼，因这个青梅竹马行伫这个铁枝路。啊，你嘛讲到这个过去啦吼，就是讲你的这个相机会使较活咧，但是这个对比到这个因这个摄影机可能较大啦吼，所以你有这个优势伫咧。但是这嘛是爱靠你的这个功夫拍好在啦。咱就是影片内底嘛有看到讲，较早你咧拍功夫的时阵哦，这个拍底啦吼，真正拍好真在，有过去足侪这个老师甲你做帮衬对无？是啊，因为其实摄影这个物件，就是你爱家己学，因为你知影伊讲这要安怎翕，可是主要就是讲你爱家己入去暗房内面，啊拍完你家己去洗相，啊去研究，就是讲改进，啊然后后回搁再要搁拍的时，你就有进前的经验，啊你就会当去处理现场的一寡较无共款的状况。其实摄影这种物件，这种拍法其实对经验来讲足重要的。是，所以这个吴念真导演吼，伊嘛有讲到讲，在这个戏剧这个相片啊，会开创新的这个视觉这个部分。是啊，因为就是讲进前，因为真侪拢是用较既定的迄种个视觉去看，就感觉讲啊，翕起来爱清楚，啊，然后男女主角的迄个表情爱对安尼。是。啊，可是伫我迄个年代，就是讲我无即个包袱伫的，我感觉讲，要安怎翕会当甲即个环境啊，甲即个演员规个甲变做是一种较写实的迄种翕法，毋是讲为着拍剧照啊，然后落去拍，变做是讲这个人敢若我伫路会拄着，忽然间敢若拄着，也是讲我是伊朋友，啊拄啊你边仔你观察安尼，互迄个规个影像的迄个视觉变做讲较亲切、较写实，会当融入去伊的现场的迄种现实的迄种个环境内面。所以咱头头讲到这个侯孝贤导演这乱乱风尘也好啦，这个杨德昌导演这个恐怖分子也好，其实甲单也有这个帮这个电影来继续来创作啦吼。咱嘛有看到这个过去啦，庄梦宏导演的有啥物停车啦、第四场话啦吼，只系这个甲导演合作，新导演甲旧的这老前辈导演合作起来有啥物无共款？即马我是拢甲迄个庄梦宏导演共阵拍片，因为我顶个月拄啊好继续就是拄啊个结束一期啊，拄啊拍完啊，伊今年的迄个今年10月
伊有一部新的电影要上院线，就是迄个叫做阳光普照。阳光普照，阳光普照，吼，因为这伫迄个今年应该会真热门，会真热的一部电影，因为这部是已经3年啊，就是算讲伊准备3年啊拍一部电影，啊，这伫过两三个月，过2个月就会上迄个预算，是，嘿。所以我就想要问啊，就是讲吼，甲遮的这个导演合作啊吼，啊要抓这个人物。这个新的演员啊吼，甲过去这个演员的这个表现方法，可能嘛有较无共款，所以伫你咧抓的时阵，你家翕的时阵，有啥物无共款吗？因为以早是较你讲伫80年代的时阵，甲遮的新导演，就是即马是足资深的导演啊。向阮合作的时阵，因为大家拢较迄个无熟，因为我嘛对电影的这种迄个经验嘛较无遐了解，所以向阵翕的时阵会变较紧张，较紧张。啊，即马因为甲迄个钟孟宏因为比我较少年啦，吼啊，我甲伊合作，因为大家拢知影，你会当翕到啥物件，你会当翕到啥物件，所以伊反而甲钟孟宏的迄个介意你拍电影的时候有一个较趣味的，就是讲，伊无爱伊电影内面有的，哦，伊无爱伊镜头内面有的，是，伊爱我家己去找无共款的视角，家己来翕，因为伊讲啊电影内面有的镜头，啊我看电影就好啊，伊讲我找你来就是要翕电影内面无共款的，嘿，因为要找迄个无共款。所以这嘛是导演想要对你身躯顶挖较侪物件对吧？就像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吴念真，你和这个戏剧这个相片，互伊搁较侪新的这个想法，新的这个可能。啊，咱搁讲到，其实这个阿瑶导演这个大佛普拉斯，嘿，你嘛是有帮衬到真侪啊，大家嘛印象真深。这个回想啦，头足侪粒，但是这是你讲这唔是新的部分，但是你过去用到你的这个经验，互伊有新的这个意象出来。因为我甲这几年甲这较新的导演合作的时阵，就是讲，因为因拢互我真大的空间啦，就是讲我安怎来处理，安怎来表现，因无啥物意见，所以我就会当尽量去选我家己想要拍的物件，啊，要安怎来甲呈现出来。所以这是一个算讲做久啊吼，较有一个迄落，甲这导演用来熟了，有一个好处就是讲。我的自由度提悬啊！哦，自由度提悬啊！不过咱头拄有看到这个影片内底，你有讲过一句话，你讲因为较早熟啦吼，所以人来请你。但是即马是你的名气较好，大家想要帮你的福气，甲你挖较侪物件的。这是因为互相啦，我是感觉互相，因为你即马即马要拍的物件，就当然就爱讲有迄个趣味，啊，然后咱表现起来，佫会当。较熟安尼，就是讲有迄种创作的迄种可能性，啊，所以就有拍起来，大家都较斗阵，都较欢喜安尼。是，所以其实哦，你翕这个电影也好啊，还是讲这个戏剧这个相片也好，其实这是你过去时阵，你还佫有一个身份是这个摄影记者。做记者甲翕这个电影这个内容，其实完全无共款的。是啊，我因为有走过7年的新闻啊，迄是伫拍完电影以后，啊，就入去迄个新闻的现场。啊，因为我迄阵拄啊开始翕的时阵，拄啊1986年的时阵，1986年的时阵，迄阵拄啊咧戒严进程。啊，我入去新闻现场了，入去迄个媒体了，变做拄等因开始要解除戒严，啊，规个1987年的时阵拄啊解除戒严，所以街头就变足闹热的，因为所有的迄种民众对于迄种政治的迄种期待，对因家己的迄种自我的迄种迄个权利的迄种迄个争取，是都规个拢拼出来，啊，拼出来了。都你街头顶啊发生真侪代志，啊，因为台湾的民主就是安尼一步一步安尼慢慢行过来，啊，伫迄段时间我就是拄啊好
你新闻线顶，然后拢咧记录这物件。是这甲我进前拍的电影，佫足无共，因为电影等于是你搬互我翕嘛。是新闻的物件是讲你爱去找，是因为唔知倒位会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你要家己去找你的迄个较有新闻性的迄种角度来拍呢。所以咱讲迄当阵啊，亲像这个机场事件、520这个农民运动，也是讲228平反运动，这个个519内容这个出线，其实这拢是迄当阵社会现场，你一个一个去甲这个现场捡起来，翕伫你的这个摄影机内底。是啊，因为迄个时阵就是这事件即马一个记忆犹新啦，因为你有翕过，你有参与过，这相片伫你的档案内面，慢慢这几年有佫摕出来佫定用啥，所以对这物件来讲，这是过去台湾一段迄个民主化过程最重要的迄个一寡影像。是所以我去年嘛有摕这个相片伫日本做过展览，嘿。是，迄当阵就是讲到这个台湾这个社会变化上紧的这个年代啦。其实咱拄仔讲到遮济事件啦吼，倒一场是你印象上深的？印象上深可能就是迄个时阵拄我参与迄个乃龙的出山迄天，因为行到总统府头前，无想到詹玉华煞点火自焚，所以伫迄个时阵，你煞唔知要安怎，你到底是要继续翕，还是要斗3工，还是要安怎？反正足复杂的一个心情伫迄个现场顶啊。是，所以迄当阵听讲，迄当阵嘛是这个玻璃啊，是讲火啊，伫你的身躯顶，你嘛是有吸到安尼？无啦，我是算讲是斗大家互相安抚，就是因为去求迄个警察这边讲你紧喷水，因为本来应该是伫抗争的场合来讲，你会当卖喷水。可是迄天迄个状况来讲，拜托你紧喷水，因为这边已经咧导火啊，所以就变做讲大家拢想要斗3工，要安怎紧甲这个火炮花。其实哦，佫讲到228这个事件，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讲较早咱咧过去拢关注到这个受难者本身，但是伫你的摄影内底，其实关注到较侪这个女性的这个部分。这是拄啊去年。地南洋基金会拄啊邀请我去做这个展览，我找，我感觉讲，我来伫走新闻这段时间，有翕真侪这种迄个228的迄个受难的家属，有的是某，有的是查某囝，因的这个过程中有愿意徛出来，讲因的过去的迄个经历，然后。我拄啊和迄个陈明城的这个文字记者配合，迄阵阮有去拜访真侪这个受难的家属，迄阵我拄啊翕，拄会当有一批相片，拄会当来表现这个228的迄个查某人，安尼是包括女性的迄个像陈丁波的太太，吼有迄个像阮美珠，这是因阮朝日的查某囝，所以拢有一寡无共款的迄种迄个角度来看这个家属安尼。是，所以甲过去这个关注到这个受害者本身，因这个女性的这部分，利用这个相片，还是讲这个你的文字记者，甲这个女性这个力量然后，甲伊展现出来。咱其实要过来看讲哦，其实你有一个上大的部分，就是对着这个婚门舞集啦吼，偌济档。32档，32档，所以这个经验真正是非常丰富。咱做回来看。刘振雄摄影类型非常多元，其中上有代表性的，就是电影剧照以及表演艺术。其中真特别的是，刘振雄认真讲起来，翕过电影剧照无算多，但是每一届拢互人印象深刻。伫我翕的迄个年代，台湾新电影拄啊好开始起步，所以。进前的拢是中影老一辈的，还是台影迄老一辈遐迄个剧照师咧翕的，因可能是较用迄种画刊式的迄种迄个翕法。应该讲，伊翕的物件会较像迄种明星的迄种迄个
肖像照安尼。啊，我向阵翕的时阵是甲当做是一个生活的记录。伫迄个过程就是变做讲，所谓的迄种剧照甲工作上的迄种记录，两个所分袂开啊。因为到底因是咧搬戏，还是真实的生活，我甲即两个拢甲揽做伙安尼。将工作人员如何翕电影的画面翕落来，伫当时算是一大创举。迄个年代，迄个剧照的迄种你戏院打出来的相片，20几张内面有差不多5张是做工课的迄个过程的相片，所以迄已经是拍破进前对剧照的一个想法啦。所以伫迄个年代，确实是有一点仔算是创举吧。因为进前无人做过。除了翕电影剧照，其实真侪人是因为云门舞集才熟悉刘振祥。伊替云门舞集翕相已经30多年，替舞者留下优美的身影。但是要翕出一张好看的相片，背后是需要沟通以及真侪人的配合。讲上近的就是最近，因为林老师上尾一摆，甲云门的舞者伫自由广场遐做户外的迄个公演，啊，我向阵伊叫我去做迄个记录的时候，我就想讲，要安怎互伊，互舞者甲林老师甲即个环境吼，做一个上好的迄种迄个结合，就一张相片安尼。所以我去的时候看完因的彩排了，所以我就大胆一个想法讲。老师，恁谢幕的时候会当甲头挖过来无？伊就随甲记出来，讲袂使。我谢幕哪会使屁股对观众？伊讲这行不通。虽然被林怀民老师拒绝，但是刘振祥无死心，解说给老师听。林怀民老师总算伫最后一刻答应，而且无给刘振祥失败的机会。伊第2天，老师该演出前，还阁甲我拒绝。伊讲袂使屁股对观众。我就甲迄落，我讲你所有物件你拢解决完，你只要长灯较慢迄落光的就好啊。尾啊，伊就讲好，既然互伊该讲的话拢讲完，明年再见吼。这句话讲完了，舞者转身这样。你这么短时间，你哪法都翕到？都翕到，啊无就是无啊。一张好的相片，除了用沟通达成共识，有时阵佫需要八关八架，找出好角度，将现场的画面呈现出来。刘振祥对相片无放弃的坚持，嘛互伊的摄影作品一张比一张精彩。拍相片，你行去迄个打扰到迄个台顶的迄个舞者，还是讲快门声会互观众干扰安尼，所以我拢点吼，啊拢伫边啊，莫去影响到舞者的迄种心情安尼。云门舞集创办人这林怀民有讲过截出来这个舞蹈相片比真实的演出更较有力所以这个相片的力量对林怀民老师本身来讲是真大的影响的。对啊，因为有一个我算运气真好啦，拄来当伫云门第15年的时阵甲伊合作，然后我迄个时阵想讲，大概就是翕一遍看卖安尼，无想到翕遍翕落去了后。到即摆已经第32年啊！第32年啊！所以这嘛是真心，尤其是今年是对林怀民老师伊的这个生涯当中真重要一年。其实你今年嘛继续帮伊翕对无？拄啊好，伫即个月初，伊拄啊好，怀民老师上尾摆带云门伫对迄个算讲搬野台啦，是演野台安尼。伊即摆是。上尾摆啊，因为每年伊都交互新的迄个艺术总监来迄个执行，伊都无要搁执行即个工课。所以今年算讲年底应该退休，先去游山玩水一下安尼。是拄啊好有这个机会，拄啊好陪伊遮侪年来帮伊翕伊一寡新的创作。老师有讲到你啦吼，伊安怎形容？咱来讲一下吼，伊讲你点刺刺。总是伫咧舞台骹用摄影成为护持伊的这个菩萨，
用菩萨来甲你形容呢？这因为伊是一个信佛的人啦，吼，因为我有翕伊最近这几年，我有翕到一张伊真身困伫礼佛的迄个相片。我感觉讲伊家己本身更加幸福。所以伫遮就是讲，因为拍相片，这个以早拢是你行去迄个打扰到迄个内顶的迄个武者，还是讲你现场拍的时阵，你惊伊讲会互迄个快门声会互观众干扰安尼，所以我拢点吼，拢伫边莫去互看舞的人，还是讲去影响到舞者的迄种心情安尼，所以我拢点伫边翕。即马就无共啊，即马有相机无声，拢免惊会去共迄个打扰到。但是对着这个舞者来讲啦吼，其实要翕这个跳舞的这个瞬间，咱讲一目年就过啊，这是介困难的一件代志。靠经验啦吼，经验啦，系啦，因为伫以早技术顶啊，都爱真算讲爱真熟的人，伊才有法度去迄个掌握到这个快门的这个机会啦。这就是爱训练啦，就算讲你长久以来，你甲这个你剧场内面，甲舞者的迄个相处，你知影讲因的呼吸，吼，因咧做动作的时阵，什么时阵因大概有可能就是要跳起来，所以这你爱对有一寡了解的时阵，你就有法度去掌握到这个快门的这个机会，因为一般人来讲，你也目睭看到。你再去订迄个快门的时候，袂赴啊，迄拢是下一秒的代志啦。所以你变做讲，你知影讲，因你跳的迄个过程中，因什么时阵要开始要跳啊？你感觉讲，伊这个呼吸吸气到气的时阵，可能后一个动作会做啥物？所以就利用这个时阵去翕迄个相片。头拄咱讲到这个电影的部分啦，是如何这个导演这个新的灵感，有讲这电影内底。我翕过，我爱，就是要爱你家己所有的。伫这个舞蹈头顶嘛是同款的。其实你互这个舞蹈，这个目领过这个瞬间吼，你甲掠掉的，其实是互这个创作者吼林怀民老师安尼加较侪这个创作的这个灵感也好，这个创作这个概念也好呢。其实因为我是等于帮伊转化，因为因咧编舞的过程，因咧想的是一段舞，就是讲要安怎互这个舞者，查甫查某的舞者，还是讲要互因这个两个人，还是三个人的，还是要一阵共阵跳。可是因这个过程中，因开始要刷振动的时阵，迄个结构，迄个结构的迄种迄个比例，吼，我要安怎去抓迄个比例，互伊变做是一张。相片毋是一段舞，因为因咧想的是想一段舞，可是我咧想的是想一张相片。一张相片所以这就是种伫这个单一的这个画面内面，我都爱去找迄个角度，找因的迄个比例，所以等于是变做我是甲伊转化，甲伊一段舞变做一张相片，是来呈现安尼。所以这张相片一般来讲，拢是真巴定吼，这个跳舞的人，这个弯弯翘翘，这个婀娜，这个心态，你拢用到这个部分，用目领这个时间，甲伊翕落来。其实佫讲到，其实真侪分问啦。你讲你翕遮侪档啊，倒一个是你上界满意的这个作品？有真侪张啦，因为即马就是讲，伫这个过程中。像以早的，我嘛是还佫真怀念以早的迄个相片。就是讲，你通翕的时阵，有足侪迄种技术的部分，你爱去考虑。无像即马，因为你相机较进步，你有真侪物件，你会当免想甲遐尼迄落掌握甲遐尼清楚。因为以早就是讲，你伫底片顶来经法，你伫镜头的选择，当场的迄个现场的光线，是你拢爱不断伫遐你迄落伫心内伫遐你想，然后才有法度掠出一张翕出一张你感觉家己较满意的相片。所以伫迄个过程中，以早的迄个翕法较是较辛苦。翕转来了后，你都要去暗房内面洗，然后去找迄种有迄种可能性，然后来改进后。后续要搁翕的时阵，你就有迄个经验，讲
因后来因要搁跳什么款的时阵，你就迄个经验去甲因改变，就是讲恁安怎改一个，我翕起来会较好看，是安尼。所以一般就真好现啊吼，就是讲吼，真想要了解，就是讲你翕之前爱甲因做一下沟通无，还是讲你头拄仔嘛有讲到，就是甲遮舞者因为上这个斗阵有一段时间，所以对因这个了解嘛是真侪。一般咱咧翕的时阵会先做什么沟通？沟通都可能就是讲，伫林怀民老师伊要编舞进前，伊会先甲阮遮相关的人找过，是啊，就是讲伊想要编的这个舞的迄个感受，就是讲伊是来自于什么款的迄种迄个想法，啊，想要编这个舞。例如讲，伊较有名的就是迄种行书的迄个行草的迄个三部曲，啊，伊这内面拢是用迄种毛笔的迄种迄个笔法来去编舞，是，所以伊就变做讲，你要去了解讲因安怎，你要这个舞要安怎编，要安怎，伊是安怎想的，啊，伊内面有用足侪迄种太极的迄种迄个骹步手路，啊，和迄个气甲迄个书法的迄种迄个线条会当结合做伙。啊，所以伊这个过程就是爱练2-3年，一个舞者都爱练2-3年，伊才有法度甲这个规个拢融合做伙，啊，才有法度去表现伊要编的迄个舞的迄个感觉。是啊，所以就是讲，这个过程我知影了后，啊，我再过来翕的时阵，我就会当较有法度掌握到伊要表现的迄个物件。所以真侪作品啊，就是讲咱有看到这个云门，你甲这个舞吼，这个相片甲180度安尼个转过来，这是倒河嘛吼，这是部分，这是变过来，这是叫迄个关于岛屿，是关于岛屿上近的一部是关于岛屿，因为这个视觉主要就是来自于伊向阵要叫我翕这段海报的时阵，伊讲伊要编的这个感觉。啊，伊拢是用一寡较现代的诗，啊用文字来表现。啊，所以伊向阵叫舞者跳一段互我看的时候，我感觉讲，你一两个舞者敢若力量较无遐强，就是讲伫即种跳的即个感觉敢若无遐强。我讲啊，恁无规矩共阵来，舞台顶所有舞者共阵来，啊做共款的动作，啊伊就你规个舞台顶都满满的迄个人，啊，共阵跳的时阵，啊，拄啊跳拄啊并头一个，所有骹拢伫顶啊。我翕完了，我就甲并过来，180度并过来，变做人拢敢若浮伫空中安尼。啊，所以尾啊海报就采用这张来做伊这个关于岛屿的这个海报，是一种新的意象啊吼。对啦，就是讲，互这个舞，互人会当较紧会当接受到这个舞的这个一寡讯息啦。其实讲到这个关于岛屿吼，关于岛屿啊，其实还有这个罗曼菲上水这个神影啦吼，就是这个0.05秒的这个时间差，你都要把这个精髓甲展现出来，对不？曼辉老师是真正是足水一个舞者，因为我还是真运气真好，拄啊好伫1989年的时阵。伊拄啊好，迄个林怀民老师，因为拄啊发生历史的事件，在中国北京发生历史的事件，啊，然后伊想要编一个舞，啊，所以就找曼辉老师来跳安尼，啊，伊就紧拍电话互我讲，咱来拍一部这个影像，啊，来展现这个叫尾啊改做挽歌啦，啊，伊做。请曼辉老师来跳这个舞，啊来拍这张相片。啊，这张相片尾啊嘛，互真侪人流传啦。是，所以翕这个过程，然后其实咱头讲到，这个跳舞本身有这个艺术的这个传达，嘛有社会意义啦吼。对你来讲，甲这个云门舞集这个合作，这10多档来吼，30几档来，其实对你来讲印象是深，啊感受搁较深。啊，林怀民老师即阵搁要算退休啊啦吼，有啥物话要对伊讲无？伊实在真正足辛苦的，所以即马伊退休，伊
趁这段时间好好休困一下。其实伊唔真难得会当真正退休，因为伊想的代志足多，伊关心的代志太多咧，所以伊即马是讲退休，只是讲伊较分门的代志插较少的，其实其他的代志伊嘛是会搁插啦。是会搁插啦吼，啊，其实对你来讲，理解伊的这个感情啦吼，嘛算是老朋友，伊搁形容你是这个菩萨啊，就是讲伊若是退休啊，继续要来替这个分门翕物件也好，还是讲这个斗帮衬也好，你搁有尽你的力量嘛吼。是啊，因为我嘛唔敢讲我要当时真正敢退休，因为以后需要我嘛是会尽量拨时间来斗3工啊。所以对着你啦吼，咱头讲，你有要甲这个林怀民老师讲啊，对这个舞团呢，你有啥物期待无？舞团因为其实怀民老师已经真久进前，伊就开始规个安排舞团的规个过程，因为伊即马伫淡水这个所在起一个这个新的表演场所，啊，伊就是希望会当永续嘛，会当久长拢会当互人来，会当看到无同款的表演，啊嘛，互分门这个舞团会当永久会当表演落去，啊，所以其实伊这几年来，伊都已经拢有安排讲要安怎互这个舞团会当继续行落去。就是算有一天伊无伫的，这个舞团嘛是搁伫的，嘛是会当继续搁表演。是安怎我安尼问呢？因为过去你这个入去参加的时阵，其实这个分门是拄好拄到这个大会嘛吼。啊，大会这个时阵，对于怀民老师也是对你来讲，应该拢是一种新爱重新吼，等一届思考这个部分。是啊，因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碰到这个代志的时阵，拢会想真多。就是讲，可是伊嘛想要退，啊，社会大众都无人要退啊，所以大家都捐钱啊，大家去帮伊斗帮站、斗想办法啦，真侪企业界嘛拢违规斗3工，伊希望就是讲分门会当永久会当搁继续行落去安尼。是，所以对于这个老师来讲吼，就是讲你较早做这个电影、这个戏剧、这个相片啦吼，也是讲做分门啦吼，专门咧摄影、咧翕相。啊，其实对你来讲，这个科技时代啦吼，有新的这个做法，较早用这个底片，啊未来。那毋是未来，就是现主时啦吼。即摆是用着新科技，啊，其实你嘛出作一册，啊，就是对着这个未来，其实你有家己的这个想法啦吼。咱斗阵做回来看。老真祥担任摄影师30多年，伫这30多年的时间内，伊嘛经历过摄影器材演变，要对底片相机改用数位相机，嘛互伊用袂少时间来适应。这个过程中，我出去翕相的时阵，虽然是以这种数字的相机为主，可是嘛是包包内面会过炸迄种底片，啊，然后翕到一半的时阵，底片摕起来翕几张啊。啊，然后再搁放落去，啊，搁用数字继续翕。就是讲，对迄种数字甲底片的迄个过程，抑搁唔敢完全信任。虽然翕倒来，洗出来了，冲出来了，袂去甲洗出来迄落，就是讲腰味伫遐，你较安心安尼。所以这个过程中，经过大概2-3年的时间，拢安尼炸一台底片机啊，伫遐等安尼。随着数位相机的技术愈来愈进步稳定，老正常嘛发觉到科技带来便利。以前定受到环境的限制，需要现场灯光的配合才会当翕出好相片。现在只要靠电脑，就会当解决所有问题。以前伫片场内面，就是讲伫翕相的所在，摄影师上大。就是讲，你讲有就有，无就无，因为你也看无，你都爱洗出来了才知影。你讲今仔日要翕啥物件，摄影师讲好啊，到这为止，会当收工。收工是摄影师你画的，毋是导演你画的，因为伊也无看袂到物件啊。所以到即马毋是啊，即要翕一个相，荧幕都爱牵出去，大家伫遐看安尼。所以规个过程已经，规个迄种行程已经无共啊。所以以前的摄影师你处理的。伫现场处理足侪技术性的物件，啊，迄大家拢毋知影，所以伊伫现场互人足尊重的，就是讲伊讲的拢准算，感觉讲这灯设毋对，还是灯安怎，所以你都爱随时去改去调整。可是即马看，安尼嘛会使啊，安尼嘛会使，就是讲相机内面本身的迄个app，伊就会帮你处理这迄个色温的问题。
嘛因为相机机能的进步，真侪新的技术，互老真相会当运用伫摄影创作，生出新出头。因为我即马有一寡相机的厂商会摕一寡相机叫我帮伊试嘛，所以伫迄个过程中，你就是尽量去试无共款的迄个性能，互你对影像顶啊，佫有一个无共款的迄种迄个视觉，甲迄个可能性。像后壁迄张相，迄是一个迄种，迄是一个空拍的画面，哦，迄是空拍的画面加上数位一个暗房，所以伊就佫变做是一个像抽象的迄种图面共款。对影像的实验，将来毋捌当过，伫无共的阶段，拢会当翕出无共的作品，已经算是摄影界的大前辈。老真祥嘛想要甲对摄影有兴趣的少年人鼓励。你有这个技术，可是你毋是伫遐单台，你爱家己，因为即摆就是自媒体的时代，就是讲你家己真容易，你啊物件好，应该真容易会互看到。无像讲伫早期讲，你一定爱登到报纸上面，还是伫媒体顶啊，你的作品才有机会通发表。其实伊伫因家己的迄种脸书，还是伫因家己的 IG 内面，因家己就会当秀出他们因家己想要表达的物件。所以就是讲，这对伊甲伊客户之间的迄个交流，其实是一个真良性的迄个互动。除了累积经验，增强家己的摄影能力，伫现在这个时代，上重要是爱知影如何展现家己，不再只是等待机会，颠倒是爱把握机会，自我推销。进行社会摄影群上好热点快门声，咱今日访问的就是老正祥老师。咱看到这个工具摕出来，你食清的这个工具就是摄影机，哇！这张相片一定要好好甲留落来。对，老师，你这个相机，咱头头讲到，较早用底片，即马用这个科技啦吼，数位啦吼，digital的这个物件，其实无改变的。改变的是，就是你要用你家己的这个基本功啦吼。这个卡布爱打好在，就是基本的这个工具爱有。改变的是器材啦，可是心无改变。心无改变，是啊，有影。因为咱你翕相的时阵，你因为在即马新的相机当然足方便的，你要翕啥，你免啥物调整，摕起来就会当翕。可是要翕啥物件，迄是你想的，毋是相机帮你想的。是，这嘛。真食你的这个美学这个观念啦吼，就是讲你翕落去，就是你这个观点的呈现，就是讲你要用你的这个观点来讲来说明这个相片本身的这个故事啦吼。啊，其实咱佫讲出来，其实翕这个相片内底，你有印象上深的一张无？是要讲倒一部分？拢会使。跳舞啊，是电影啊，是社会。就是讲社会也好啦，跳舞也好啦，还是讲电影也好，其实拢无共款的这个部分。是啊，因为其实印象上深的应该是，其实拢足多呢。是。迄个因为伫舞蹈顶啊，其实有足侪我有一摆翕完了。过几年，因为为了伊会搁定跳，你想要搁翕一张甲进前相共的，可是翕袂出来就翕袂出来。是，因为伫迄个空间顶啊，甲迄个心情，甲台顶的舞者嘛无共。虽然因跳的物件拢相共，伊会当搁定跳互你翕啥，可是你就是感觉迄个感觉就是毋对，就是讲你头一摆的迄个。看到的迄个感觉是上介直接的。我有一张印象上深的是迄个怀民老师的一个迄个叫新传的一个一阵查甫的舞者，全部拢跳起来，是，你空中全部拢浮伫空中，啊手拍开安尼，啊，伫迄个时阵，向人要翕迄张的时阵是底片的时代，佢底片的时代就是讲我。相机毋是自动的，你爱先甲
你的焦点先放在所在，放因要跳起来的所在，互因跳起来时拄啊入去我迄个焦点的迄个所在，嘿，啊因跳的时跳3摆，第3摆的时我甲焦距放在因第3摆跳的所在，所以后来科技进步，我有这种较新的这种迄个相机，要对焦足紧的，可是感觉起来唔对，完全唔对。迄个感觉就是差一点嘛。嘿，就是讲，虽然会当翕较足准的，会当掠甲足清楚的，可是迄个规个气势完全拢唔对。所以迄是伫迄个年代，啊，伫迄种状况下，才有法度拍出迄种相片。是，所以咱咧讲啦吼，就是讲这个云门的这个部分，尤其是舞蹈啦吼，跳一届虽然这个舞剧，就是讲这个舞蹈这个本身会当跳几10摆，拢是同款的这个舞蹈，但是翕出来这个感觉就是无共，就是这个一目领这个瞬间，抓到就是有差一丝差一丝啊。但是就是这个部分，其实你嘛出这个云门真侪册啦，咱有看到这个前后刘正祥的云门影像叙事啦吼，啊，还有现主是较新的，就是修宗云门，嘿，伊修宗云门这本是真高啊，因为这本主要就是伫算怀民老师要退休的一个纪念，嘿，所以有较大本一点嘛，有较大本一点啦。所以内底头拄咱讲过啦，因为这个跳舞的这个相片，几啊千张、几啊万张起嚟啦吼，所以印象上像头拄啊这个刘老师嘛有讲过，啊其实咱讲出遮侪册，其实你有一本吼，就是讲要翕无这个家庭相簿啦吼，厝内这个囡仔，嘿囡仔吼，所以你家己嘛有后生嘛吼，这本册是安怎的册？这是有一年迄个出版社来找我讲，你翕遐侪相片，无咱来出一本啊，念名册会当互读者会当较了解，啊，然后会当来学习啊。我讲我手中即马手边即马上多就是我翕囡仔，因为我囡仔都出世无偌久，都我迄阵敢若加几岁，未上小学进前，读迄个幼稚园的时阵，啊，所以这段时间拄啊是所有的父母翕上侪上的时阵，因为囡仔伊会较袂，你较无法度控制伊，啊，伊会学袂走，啊，你要翕的时阵，都爱有一寡迄个技术，才有法度加抓落较清楚的迄个影像，啊，所以我迄阵就是整理一批这个相片，啊，出一本这个家庭的迄个相簿啊安尼。互这个家长啦吼，熟悉这个技术的这个部分，但是真侪这个少年啊，很仔细啦吼，对着这个新科技来咧翕相的时阵，因其实嘛想要踏入这个摄影界这道啦吼，其实你嘛有这个建议爱互因的对无？因为尤其这个对这个家长的这个部分，佫无共款，因为这个新的少年，头拄咱嘛有讲到，用你这个相机啦，就是你这个观点的这个呈现啦吼，啊，所以对这个少年来讲，你有啥物建议要互因的？其实。即马要翕一张迄个清楚的相片真简单，因为相机、手机啊，就会当翕较真好啊。主要就是讲你的心啦，啊，就是爱看真侪物件，就是讲你爱翕的物件会真侪啊，所以你爱家己伫迄个过程中，你家己整理什么物件对你是有意义的，是你想要翕的，是啊，翕出来了后变做讲你翕出来这个物件有法度说服家己。啊，你才有法度去说服到别人。嘿，所以有人安尼问过无？你的灵感来源是啥物？其实拢无啦吼，就是平常时爱看足济，就是生活所有一切拢是你的灵感的来源。是，拄则这个刘老师来咱节目现场进前，你是赛车，是哪翕哪来安尼？啊，其实你伫这路里内底，就是你的观察嘛，对无？是啊，因为咱真侪迄种甲你小闪身过去的这个经历，可能就是这世人可能就干那一摆呢。啊，当然你有机会，你就甲记录起来。啊，无就是过去就是过去啊。啊，所以伫这个过程中，因为当然安全是第一啦，毋是讲迄落一边开车一边去，就是讲有当定定咧看一个景袂歹，所以你车你就紧洗翻头。啊，洗翻头停落来了，要去翕完，再个继续个行呢。是，就安尼路。安尼看起来吼，就是你一般伫咧开车的时阵，有啥物即个相片是你即个上较有记忆的？我
伫有小闪升过去的有一张相片是迄、个比如讲我开车啊边啊停迄个公车，咱出去开车出去一定会去拄到红灯嘛。有对面的，有隔壁的，有迄落，你就去观察讲啊，即马大家忝啊，坐公车，你坐你公车顶啊，是坐你客人车顶啊，啊有的囡仔你车顶佚佗有的迄落，就是讲这个影像真侪拢是我会想要翕的这个影像。是啊，我印象上深的是有一天哦雨真大，啊有一个学生伊真忝啊。头看伫迄个公车的迄个窗仔门顶啊，啊咧困，啊伊迄个雨拄啊好，雨水拄啊破伫迄个玻璃顶啊，啊所以迄张相片我感觉讲真特别的，就是讲伫视觉顶啊，甲迄个气氛顶啊真特别的这个影像。所以咱看到就是自观察啦吼，伫每日的这个观察内底，拢会当看到你这个摄影这个精神。咱来讲振兴社会摄影魂，上好力量。快问声，今日非常感谢老师来到咱节目现场，感谢，多谢，多谢。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咱后回再会。感谢，谢谢。我再把那个照片传给你，然后我拍一张。